日方有关行径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，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日方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，尤应深刻反省历史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精神，慎之又慎处理涉台问题。正告民进党当局，任何以外谋独、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，都是痴心妄想，只会失败的更加彻底。20世